这个新闻要来关心咱的老农友，进前有发生这个凯比风台，这咱知影，受到进前这个凯比风台影响，云林县政府特别推出 APP 的系统，简化防灾补助申报流程。因为真个老农友、真个老岁仔人，伊都袂晓操作，再加上云林县公布补助是全品项，意思讲逐项拢会当补助，真个人伊无受灾，伊嘛来申报。工作人员逐工接电话。接到强要救金，要有真个老农友，伊都袂晓用，要安怎？只好来到公所，拜托这公所人员呢，该斗三工。公所人员都爱一个一个甲现场该指导，干那因为安尼尔，斗六市公所赶紧调这里长来补习，协助这老农友操作这 APP App。这斗六市长就讲啊，便民的政策颠倒厉害这基层员工。88岁老阿伯骑奥多拜来到公所，拜托公所人员甲伊到申请防灾补助。因为云林县政府推出简化申报流程的软体，也毋过老阿伯所用的是用纸的手机啊，根本无法度申请。也有种油瓦的老农民，因为风台风雨将油瓦拢拍落来造成损害。虽然家底飞行手机啊，想要申请补助，也毋过拍开软体嘛是无啥啥。老啊都不要用这种物件，所以这对恁来讲无效。嘿啊，你爱考虑讲所使用的族群是倒一个族群啊？你老伙根本就。有影都拢不晓用。斗六市长批评云林县府推出防灾申报软体，强调全品项的补助，真侪人无受灾嘛走来申报，也有误会老农民未晓操作嘛走来公所，等到互基站添甲要害去。将帅无能吼，累死三军啦吼！你害基站的咱家的公务人员吼，头啊画一个全品项连看的时阵，大家啊电话接到手软。本地方便民众的软体，所变作是扰民。农业处讲，全品项的补助，唔是所有的作物拢会当申报，是简化作业，做一摆申报才来现场勘查。啊，那对老岁仔人未晓使用软体，强调会搁再加强宣导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